大家好啊！由我哋嚟介紹加拿大神召會家智中學健康教育組主辦科技教育、視覺藝術科、中文科、英文科協辦通訊程式表情圖像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2025開始啦！比賽嘅主題係水果 2 a day， 健康你有 say。比賽嘅目的係提高學生進食水果嘅興趣，推廣每日食水果對身體健康嘅信息啊！呢個比賽分兩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係通訊程式表情圖像設計，第二部分係標語創作比賽。通訊程式表情圖像設計其實即係自製表情包啊！我哋希望同學透過傳信表情包，將健康嘅信息傳遞俾身邊嘅人，表達愛同關懷。表情圖像設計接受電繪作品，同學需要設計一套2個或者1套4個嘅設計啊！每名同學仔最多可遞交2份嘅作品，得獎嘅同學可以成為中英文科標語創作比賽嘅題材添啊！而有關標語創作比賽嘅詳情，稍後你哋嘅中英文老師會同你哋講解㗎喇。表情圖像設計嘅截止報名日期係4月23號，同學只要 scan 呢個 QR code， 上載你嘅作品同埋填寫報名表格就可以㗎喇。如果想再了解多啲嘅詳情，可以參閱有關宣傳海報。水果 2 a day， 健康你有 say。通訊程式表情圖像設計及標語創作比賽，揀緊你啊！